这里绝对值得你拥有学校名气、师资战队、大学生活，绝对会让同龄人羡慕。坐拥无敌现代化智能教室、学生专属公寓楼、一站式服务中心、大型图书馆，各种美食和社团活动应有尽有。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安心学习。教师平均年龄39岁，不是00后，心态也像00后，明明都是00后。校园就是景区，我每天穿梭于校园的美景中，就像回到了孩童时代，身心愉悦，特别放松。老师说了，5年后，我们00后将成为以技能技术服务国家地方的主力军。为了让我们每周多锻炼几次，学校还特地在校园修建起恒温泳池、标准室内篮球馆，玩也要玩得专业。之前我们的篮球馆举办过市级的比赛，还是带回放的那种。曾经有位同学把球弄到了老师的脸上，放心，他还在学校。游泳、球赛、慢跑、滑板、街舞，学校每年都有各种花枝招展的活动。其实啊，在哪个城市没那么重要，和谁同窗、与谁结伴，才真正影响未来。老师没有专属的节假日，如果在学习生活中遇到任何 trouble， 只需要动动手指，马上就可以和老师聊上一段心里话。我们既能仰望星空，又能脚踏实地，你可以在这里自由表达想法。我们是一所以培养高技能技术人才的高等职业学校，在这里，你可以通过努力学习专业，拿到国家级别的技能大赛奖项。你可以通过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，让你尽情发挥奇思妙想。你可以通过参与学院的科研项目，不断成长自我。你可以通过发挥特长，让你成为学校最靓的仔。总之，在同仁职院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你不可能找不到舞台，我们很多社团正等着你大放异彩。你永远不会感到无聊，在这里每天都会与老师、同学擦出思维的 fun。你不必担心找不到朋友，校园的周末总是志同道合。你会有成就感，全国教书育人楷模，现场授课。你不会孤单，学术大牛倾囊相授，专任教师1对1为你答疑解惑。你不会因为一次转折就停下探索的步伐。相信我，你在同职一定不会后悔。这里持续卓越，拥抱变化。这里积极、向阳、公平、多元、创新、温暖，永不满足。无趣的学习很煎熬，有趣的学习人很多。同仁职院不仅有趣，还有理想。你在这里学的不是铁饭碗，而是对未来的掌控感。